守得雲開，不見月明。第2章，上次咧我哋就講到秀英生長喺一個好傳統嘅潮州人家庭，佢自細咧就得唔到父母嘅愛錫，小學畢業就去工廠做車衣女工，一直去到19歲定係21歲咁上下啦，秀英都唔記得啦。後來因為佢一個工廠嘅姊妹嘅介紹，喺北角嘅一個商場入邊嘅美容院做起美容學徒，秀英諗下都係啱嘅。能夠學到一技之長都係好事。嗰個年代流行一技傍身可當家，男嘅都係學水電啊、通渠啊、揸貨 van 咁樣，女嘅就係學美容化妝。事實係後來證明秀英當初走上美容呢條路嘅選擇係冇錯嘅，呢個我哋後面再講。我哋而家講翻秀英嘅愛情故事先，佢同埋佢生命裏邊唯一嘅男人阿國雄嘅愛情故事。秀英同阿國雄相識嘅時候咧，23歲，國雄咧就25歲。佢哋係點樣認識嘅呢？事緣嗰個年代咧就係流行去舞廳跳舞，各地咧都有大大小小嘅舞廳，而北角嘅舞廳咧就非常之出名。嗰陣時好似有咩花都啊、麗池啊咁樣呢啲舞廳，充滿年代嘅色彩。咁秀英當然青春玉女，亦都跟住佢啲好姊妹咧一齊去玩啦。咁就喺舞廳嗰度咧識到阿國雄，後來亦都熟絡咗，成為舞伴。佢哋跳嘅舞叫做交誼舞，即係交際舞。跳舞呢種有親密接觸嘅行為咧，好容易令到男女產生感情嘅。例如咧跳華爾茲，男方咧有1/3嘅身體咧係貼住女方嘅。然後喺個腰以上嘅部分咧，先至展開，好似一朵百合花咁樣盛開。下半身咧就好似2對筷子咁樣黐住一齊轉啊轉啊，就轉出咗情愫。唔好話佢哋2個都係後生仔女啊，有幾多學跳舞嘅人就係咁樣愛上咗自己嘅舞伴，亦都唔使理配唔配。呢度最常見嘅例子就係女人同男人跳舞，跳下跳下就跟男人走咗佬。先唔講咧，裏面嘅情分係真定係假，大部分嘅女人咧，我相信都係真嘅。而男人咧，如果覺得個女人唔係太醜樣嘅話咧，亦都會來者不拒。好啦，1-2年、2-3年之後，個男人玩厭咗，就會覺得個女人百般討厭噶啦，一無可取，最後就將個女人拋棄。先唔講呢個女人當初係點樣為咗呢個男人拋夫棄子。呢種事情好多，尤其係舞廳，都話歡場無真心。我相信呢句說話90%係真嘅。好啦，咁到底秀英嘅真心係咪俾國雄糟蹋咗呢？唔係，國雄咧對秀英係真嘅，佢冇拋棄到秀英，但係佢對秀英嘅糟蹋，正正就係因為佢冇拋棄到秀英。好啦，等我哋返到最初，以秀英呢種踏實規矩嘅女人，突然遇見油腔滑調好浪漫嘅國雄，仲要一齊跳舞，自然就芳心暗許，以身相許啦。你話秀英中唔中意跳舞啊？其實都唔係好見得佢中意跳舞。秀英咧只係中意同阿國雄一齊跳舞，換咗其他人，秀英就唔識跳噶啦。佢係舊思想嗰種人，一生咧只會同一個男人相好。如果國雄唔放手咧，秀英係萬唔會先放手嘅。就算情況有幾惡劣，就算事情有多令人痛心，起先係佢哋互生情愫，慢慢就進展到男女朋友嘅關係啦。嗰陣時，秀英仲未知道國雄有個拍咗3年拖嘅女朋友，而且已經到咗談婚論嫁嘅階段啦。後來發生嘅事情就真係好似粵語長片咁樣發生咗，因為紙係包唔住火，嗰邊一直喺度催婚，國雄無計可施之下，先至對秀英坦誠，嗰邊係萬都唔能夠退婚噶啦，嗰個年代唔輕易就話可以退婚。國雄誓神劈願咁樣對秀英講，自己係真心愛秀英嘅，唔再愛佢嘅未婚妻，同佢結婚呢，只係因為責任。國雄懇求秀英，希望秀英原諒佢，繼續留喺佢身邊，又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咁樣話自己有幾咁愛秀英，幾咁放唔低秀英。言下之意就係希望秀英可以委屈將就啦，做國雄嘅情人。秀英係心軟嘅，雖然好嬲，雖然好委屈，亦都只能夠眼白白咁樣睇住愛人結婚了，而新娘不是我。欲知後事如何，敬請期待《守得雲開不見月明》第3章。